過幾天就是父親節，為了讓節日更加健康、溫馨有意義，議員蔡立青服務團隊邀請到米蘭時尚髮型、永健日常保健、陳康中醫診所、台南市汽車商業公會、123木頭人牛排館、有才企業社、左翼洋酒等熱心公益企業單位加入。蔡立青深深感謝有愈來愈多人共同參與公益行動，也呼籲更多民眾做伙關懷救人，溫暖咱的社會。安南上清結合公益平台一直有很多的公益活動嘛，不管是物資的捐贈，還是去鄉里的巡迴或是關心弱勢兒童這樣子。那這一次舉辦公益活動的是捐血捐血長期以來我們有一些配合單位，包括米蘭時尚髮型包括按摩團隊，現在呢越來越多，還有中醫團隊的加入，還有一些義工媽媽甚至來到現場給來等到的小朋友做一些輔導的這個帶動唱的活動，所以很感謝越來越多的愛心單位持續的加入我們那今天辦捐血主要是呼籲更多人站出來踴躍捐血，來救人一命溫暖我們的社會。關懷活動也結合團隊少年人的創意，除了安排義診、掠靈、經規劃親子氣球彩繪、塔羅牌占卜以及中醫義診等多元公益服務，成功帶動更多民眾響應。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加油加油加油！這一次呢，活動發起最主要是我們5個年輕有活力的里長候選人共同的策劃，所以活動呢比較不一樣。他們還有在這個捐血活動裡面加入塔羅牌的占卜，還有加入氣球手作的活動等等其他手作，就是他們會發揮他們的創意，讓活動變得不要那麼死氣沉沉，更活潑。結果發現效果很好，吸引很多人，更多平常沒有捐血的人來參加我想這次就是年輕人的活力跟創意，也希望大家多多給他們支持，給他們機會。蔡立青服務團隊這次規劃關懷活動，號召真儕親子家庭參與，不僅為會庫補充寶貴回憶，也讓大家在咧溫馨歡樂氛圍當中，提前度過一個別具意義的父親節。台南新聞中偉忠採訪報道。